最近疫情渐渐咧回稳。伫8月12號甲13號為期2天，由雙主催3冠王地方電視台舉辦的社區主播夏令營正式來開始。這2天的活動以4年到6年的學生為主。活動的一開始，由陳建春協理來向小朋友初步介紹公司的部門編制。活動的因有了基本的熟悉了，就開始透過實際課程，讓小朋友會當了解新聞完整的製作過程。現在有很多遊戲的影片都是用4K 畫面做呈現。那有些電視比較可惜的是，它限於它的技術上面的限制。目前，然後這個衛星電視台他們所提供的畫面品質，目前只有到高畫質，並沒有到4K。那4K 的畫質比高畫質要多4倍，所以會比較4K。那所以我們公司研發了一個叫高畫質的數字相機，它可以跟網絡做結合。那跟網絡做結合之後，通過我們的有線電視的機上頭就可以去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所以各位如果通過有線電視就可以去看得到，各位想要在手機上面看到所有 YouTube 的畫面。就是安親班老師，就是問問看我們有沒有來，然後呢，我就想說，不然過來看看好了。還有我妹妹，然後我們就一起過來。啊，我想要就是在這邊學習看看，就是怎麼當主播啊，如何寫稿之類的。活動的第一天安排小朋友甲老師因透過實際採訪來學習應該要安怎做出一篇好的報道，還有佇採訪的時陣要安怎有技術性的來互動。除了以上所講的以外，老師們嘛會透過上課的過程中，教小朋友要安怎寫出一篇完整的新聞稿。透過安尼實際的互動，讓小朋友會用甲老師佇上課中所講的物件融會貫通。台南新聞何超邦、劉品言採訪報道。